香港九龙的寮屋村是自建了后，大量的中国难民跃入去香港，因挖山起简单的寮仔来住，有人一个住就是规半世人。即马这规片的违章建筑，年底进前会全部拆掉，改建做社会主体，互当地居民实在唔甘。 香港的地沟岭有400年的历史，当地有香港芝麻子村的3个廖厝村之一。廖厝村伫咧香港的郊区常常看到。1940年代国共内战加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真侪中国的难民走到香港，互迄当阵香港的人口自60万雄雄增加到200万。 英国统治的香港政府一时之间无法度处理遮尔侪难民，就超过30万人沿着山坡起正简单的铁皮厝、石头厝加茶厝，住规世人。嗰陣時好開心嘅，好多街坊街里行出行入傾偈啊咩。我哋以前成日燒嘢食啊，打邊爐啊。 寮厝其實就是違建，即寡居民非法佔用政府的土地，或者是伫私人的農地頂頭起一寡臨時大厝。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2019年的施政報告講要甲香港辦公協會合作，將寮厝拆掉，改建成做社會主體。地溝嶺第一期拆除工程7月開始，按算伫2024年年底規個拆了。日日都唔捨得㗎啦！你搬咗住喺呢度嗰個狗竇係咪先？你唔好理我。 俾我咩都有個狗竇喺度，我都 OK 噶嘛。Impact of squatter housing are tremendous. On the one hand, we see that with squatter housing, government have to resettle the squatter with public housing, and to cater all these people, they build a really high tall public housing to cater all the people. 根據房子強嘅研究加觀察。 英國統治時期嘅香港政府辦設立寮厝控制小組，因嘅作用是防止寮厝愈起愈多。若是有居民要起新嘅較俗嘅寮厝時陣，控制小組就會對監視器內面看到，要求因隨拆掉，若無就袂互即寡居民帶入去寮厝村內面。所以一寡人就找監視器翕袂到嘅所在，就是沿着山坡起寮厝。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